后来乡亲啊，还有这位日本的前首相孙喜郎，昨下晡嘛来到台湾，伊是专工要来甲前总统李登辉念香的。要去念香之前，孙喜郎嘛先到总统府，甲蔡总统来会面，佮早到日本的丹路来送蔡总统，是一本以蔡总统为封面的日本的红仔册。这本红仔册称呼蔡英文是台湾的总统，介绍伊的生平，嘛讲到台湾甲日本的关系。真拄好的是，16年前，李登辉前总统嘛曾经互日本用来写作一本的红仔册。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昨天抵达台湾，也跟总统蔡英文见上了面。他还带了伴手礼，就是这一本以总统蔡英文为封面的日本漫画杂志。这本漫画杂志，离日本一年发行45万本，有57年的历史。这摆以蔡总统做封面，真正做好台湾民主。唔那是讲台湾是好厝边，嘛称呼台湾总统。杂志内底有写蔡总统的介绍，除了讲伊是台湾第一任女性的总统，嘛讲到台湾的外交，去互世界孤立。另外，佫有讲蔡总统捌用日记伫 Twitter 顶关关心7月份熊本落大雨的灾情。我的 Twitter，有时候会以日文、法文得到日本网友的回响。那么前几天我上了日本漫画杂志的封面，这也让我觉得蛮意外。除了蔡总统以外，已经过身的前总统李登辉，慢慢去互日本画漫画的人当作是主角，用来介绍台湾的历史。台湾和日本因为漫画这个共同介意的元素，交流愈来愈密切。